我们利用今天早上来向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，我们人真的不断的在轮回啊！如果你不念佛，你没有机会跳脱这个六道轮回。以我们个人的能力，我们修持的定力，你的功夫基础，靠你个人没有办法去解脱的。这是佛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末法的众生。今天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案例，这是在瑞士有一个城市叫做贝恩市，里头有一位大学的女教授，她叫做法兰西斯·史贝克。这个女教授跟她的先生很恩爱，感情很好。到了女教授49岁的时候，她的丈夫就去世了，先她而走啊！女教授觉得很伤心，整天思念她的丈夫，因为心里很烦闷呢，想解闷。她买了一只鹦鹉，这只鹦鹉是用邮购的方式把订单寄过去，然后鹦鹉就寄回来了。当她收到这个鹦鹉之后，从它上面的资料看到，原来这只鹦鹉出生的那一天，正是她丈夫死的那一天啊，同一天就对了。这只鹦鹉是一只很名贵的品种啊，因为它说话很快，很快就能学会人类的说话。这个女教授也非常喜欢它，首先就给这只鹦鹉起了一个名字，结果这只鹦鹉竟然拒绝接受，然后鹦鹉自己在大叫啊，说 Amy Amy My name is Amy， 我的名字叫 Amy。 这么讲，原来 Amy 是谁啊？是她先生的名字哦。后来当这只鹦鹉开始学会了很多人类的一些词汇的时候，它就能够自己组织一些语言来讲话。他讲自己原来就是这个女教授的先生啊。他讲以前跟女教授婚姻的生活、家庭的生活，竟然都能够讲出来，连他们两个结婚的日子是在5月5号能够讲出来哦。后来女教授大学里面有几位专门在研究这种超自然现象的专家，就来对这一只鹦鹉进行调查，结果通过几次的测试，证明了这只鹦鹉就是她的丈夫转世而来的。女教授也觉得挺安慰的，总是还没有离开她的丈夫。完了以后，这个女教授呢，经常把过去跟她丈夫一起照的生活照片拿出来，跟这一只鹦鹉共同欣赏，来回忆以前那种美满的生活。所以你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那个缘分也是很不可思议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你看这个女教授，她用很偶然的方式，用邮购就可以把她的丈夫从远方买回来啊！所以各位啊，我们人不断的在轮回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肉体会离开啊，但是你的灵魂就是本来的自己，你的自信。佛教讲佛性，你们可能听得比较不那么清楚，但是自信就是佛性。佛性呢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如果我们以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，就现在我们讲的灵魂，灵魂还要再转世投胎。你做善业到善的地方，恶业就到恶的地点。如果你有念佛，就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到西方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观念在人世间，一念如果正确，我们以后就光明宝地，生活非常有保障，就脱离开受生受死的这种命运的安排。如果你没有念佛，我们就随业流转了，你个人的善业跟恶业开始身不由己啊，你没办法摆布啊，你没办法跳脱啊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我要怎样安排，没办法的，因为善恶业就这个因果把你束缚住了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解到，人世间是非常恐怖的。如果再来转世投胎，我们一样生老病死啊！各位要求不得啊，爱的分离苦啊，恨的人相会之苦啊！你看这种种一切的痛苦，再加上外在的天灾地变啊，天然的灾害啊，随时威胁到我们人的生命，每天生活都是提心吊胆啊！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来这个
个人世间受苦受难，我们一定好好的念佛发愿到西方。一旦到了西方，一定成就佛道。你诚愿再来广度十方苦海的一切众生，那时候你的生命意义就太有价值喽，也就是佛最大的期待哦。所以你们如果能够念佛，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，到了西方，佛是多么的欢喜啊！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佛为我们设计的，为我们辛苦打造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念佛，非常有信心的念佛，大家个个都去成就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